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廚房 L 型設計，露頭同埋焗爐，仲有雪櫃。飯廳嘅位置擺到4至6人飯台，客廳嘅位置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出邊就係對住個露台，呢邊就望住針山嘅景觀。洗手間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仲有洗衣機同燙衫板。睡房放完床之外，呢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隻翠綠嘅針山。另一個房間有對流窗，呢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前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對住就係翠綠嘅針山。